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水果也则是果汁，原来袂当食伤多、啉伤多。上界主要是水果当中有果糖的成分，这个果糖若摄取伤多，会造成肝脏的负担，会变成脂肪积伫个体内。营养师的建议，若是用300cc 的碗来滴这个水果，安尼女性一天上最食2碗，男性一天上最食3碗，安尼上拄好。 西瓜清凉退火，往来的酸甜接个多，台湾水果王国的称号。规年当四季拢有美味的水果，不过小心食多影响健康，关键就伫水果中的糖。这对于绝大部分的细胞来讲，它没有办法直接利用它，必须要经过肝脏的代谢，它可能可以先把这个果糖先拆解。 哦，那接下来它就决定说，它要把它变成是脂肪，还是把它变成是葡萄糖。 医师讲，果糖摄取伤多，干扰肝脏代谢，容易造成脂肪肝，或者是血中三酸甘油酯升高。譬如说，会影响到我们痛风发作的问题，因为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尿酸代谢。营养师建议以300cc 的碗来举例，这女性朋友一天上最食2碗水果，那是男性咧，上最是3碗。若食过量，以免身体袂堪的。